宣调，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，怎样遐通意爱？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宇到昏去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向我的上帝求救。以色列啊，你着仰望耶和华，伫伊有丰盛的救赎。兄弟姊妹，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三脚做下来祈祷。尊荣也巴别上帝，愿拢总是你的奴仆。我都要用谦卑、诚心来甲主你的小宝座前来感谢你，因为你赐了恩惠仁义予阮，也赐予万民。愿感谢你创造了阮，保护了阮。我们特别来感谢你。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赎回世间人，使阮有接受恩典，搁叫阮仰望将来的荣耀。愿恳求你，互阮会通时常想象你、照念你的这个恩赐，诚心来感谢你。互阮若是用嘴来学乐你的美德。也会通伫阮的生活中来表现出来，就阮家己奉献予你，忠心伫主你的面前，用圣洁甲公义来服侍你。美国总统的大选，虽然已经结束了，总是因为有一寡变数，两党拢阁是陷落伫这个混乱的状态中间，极端百出。双方随时拢有变化的可能性。好亲爱的爸爸上帝，恳求你来掌权，将你的公义的手来介入，选出合上帝心意的总统来治理美国。但阮真无愿意看到，因为竞选理念的无相像，来拆离美国的这个完整。但今仔日我们阁一摆透过 YouTube。网络的礼拜来敬拜阿罗你，恳求主你的怜悯，互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，大家做伙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得到荣耀，也互阮每一个兄弟会当成做上帝你赐福的管道。但虽然美国本土肺炎的病毒疫情也阁是非常的严重，伫这个寒天可能会爆发第二摆病毒疫情的这个高峰，也恳求主你继续保护阮大家身躯的健康，互阮专心来倚靠主你的保护，最好个人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，恳求主你来洁净罗卜的嘴。圣神来感受阮的心思念，我得到一个蒙恩的旨意，阮完全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可福音8章14
到21节。14节，学生袂记得撒饼，村内只有一个饼，以外无别项会食物。耶稣警戒因讲：恁着谨慎，提防法利赛人的教，甲希律的教。学生三甲议论讲：是咱无饼。耶稣知就甲因讲：啥事因为无饼，伫三甲议论啊？恁抑久毋知，袂晓悟嘛？恁的心抑久钝嘛？恁有目睭也无咧看，有耳孔也无咧听，也袂记得嘛？我把5块饼分互5000人，恁捡饼屑啊，满几坑啊？因讲12，搁7个饼分互4000人，恁捡饼屑啊，满几篮？因讲7篮。就甲因讲，恁抑久袂晓悟嘛？第二位的圣经节记载伫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6节。第1节，这个代志了后，耶和华的话伫异象中临到亚伯兰，讲：亚伯兰啊，你毋免惊。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极大的保赏。亚伯兰讲：主耶和华，你要互我什么？我已经无囝，承接我的家业的，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撒。亚伯兰佫讲：你无互我有好的，迄个生伫我家内的。是我的好的。耶和华佫临到，甲伊讲：这人毋是要做你的好的，对你本身出的，才是做你的好的。就带伊出去外面，讲：你看天，算遐个星，你算袂了也袂。佫对伊讲：你的好的。也要亲像安尼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伊就甲伊算做义。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敬拜。伊会改变。咱要来当新敬拜，创造天地的主，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，用大信心来扶助。主的主爱上存，伊要医治，伊要拯救头帮受掠的人。伊会改变，予水变做酒；伊会改变，我破做工地。咱的心袂感觉，目睭袂看以前，主的开始，主伊运行，伊拄正成。咱要来当新敬拜，创造天地的主。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，用大信心来扶助。主的主爱上存，伊要医治，伊要
拯救逃亡受掠的人。伊会改变，予水变做酒。伊会改变，把苦做甘甜。咱人的心袂感觉，目睭袂看以前，自伊开始，自伊运行，伊拄成全。要带动心敬拜，创造天地主，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，用大信心来扶路，主的主爱相存，伊要医治，伊要拯救逃亡受掠的人。伊会改变，予水变做酒。伊会改变，把苦做甘甜。咱的心会感觉，目睭会看以前。自伊开始，自伊运行，伊拄正成。咱要来当心敬拜，创造天地主。咱要来做声上赞，全能上帝。我信心来扶路，主的主爱相存，伊要医治，伊要拯救逃亡受掠的人。伊会改变，予水变做酒。伊会改变，把苦做甘甜。咱的心袂感觉，目睭袂看以前。自伊开始，自伊运行，伊拄成全。亲爱的乡亲、时代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2020年，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，竟然发现差不多有100万的这个邮编的选票，是对外国来制作的。现在佫查出这个有29州。353个郡 county 注册人数拢总超过100%以上。嘛有人用暗暝将规箱的这个邮编的这个选票，甲伊落伫这个粪扫桶内面。所以呢，川普就准备要来上诉最高法院。那么上帝既然允准这种代志发生，这就是要继续来洁净美国，互美国佫一摆会当成做上帝手中贵重的这个器皿，互上帝旨意行伫美国甲以色列，亲像行伫这个天顶。当这个犹太王乌西亚王过往的时阵，先知以赛亚伫这个圣殿看到一个真奇妙的代志，互伊佫再一摆来回应上帝对伊的呼召。乌西亚王统治这个犹大国将近52年，
这段期间，犹大国是真强盛，所以无论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宗教，总是真复兴。总是乌西亚王过身了后，以色列百姓受这个对敌来包围，宝座空空无人，所以百姓就惊吓不安。这点呢，这是以赛亚伫圣殿内面看到宝座毋是空空无人，伊看到上帝坐伫这个宝座的顶悬。所以上帝要互以色列百姓明白，世间的君王虽然会随时势来变化的、来改变的，总是坐伫宝座顶的，毋是永远是这个希西家王，也毋是永远是大卫王，也毋是所罗门王，搁较毋是川普，或者是拜登的，乃是万军的耶和华。咱拢是天国的这个大赛，是上帝所差派来的。咱要拍开咱的目睭，看到上帝伫美国、伫台湾、伫全世界坐王位咧掌王权。所以基督教会是天国未来这个执政党。咱应当来好好学习，要如何用这天国的原则来统治这个列国。使徒保罗真正有这个天国的眼光，伊对以弗所的信徒讲，互基督对四个的大权能、大气力，今仔日也要进入伫恁的内面，要来成就超过恁所求所想的。上帝哪像是一个真好的这个雕刻家，当上帝看到这块放伫这个粪扫堆内面的石头，又无共款的这个眼光。伊看到这个石头内面有一个伟大的这个艺术品，所以有人讲哦，讲上帝是回收的专家，是 recycle 的专家，专门将这个粪扫来变做黄金的。伊毋是照人的外表在看人，上帝是照人内面的水，伊看到咱内面的这个上帝荣耀。当然，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。马可福音第8章14到21节，这段圣经真明显看出，这学生因的心态，因准备坐船要渡过这个加利利海，发觉只有剩一块饼，无可能415个人。所以是主要所记录，是在想最近所发生的代志，就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，以及希律王杀死惊死的约翰的代志。他对这块饼，学生想到肉体上的这个需要，但是主要所想到的是饼内面的这个羹会和这个面团规团拢发起来，罪恶也是安生的，会影响人的这个心思意念。最后所看到学生伫烦恼饼无够的问题，所以就提醒学生，以前有2摆。饼无够的问题，总是有缘400几千人，佫剩落几若拿饼这个饼油啊，还是讲饼丝啊。所以最后所讲，你的目睭看袂见嘛，你的耳孔听袂到嘛，也拢袂记哩嘛。所以最后所责备学生，应该看的无去看，应该记的所无去记的。恁应该看的是5块饼2尾鱼，75000人的这个信仰。恁应该记得是7块饼74000人的这个信仰，这才是恁着看、恁着记的代志啊！大家看这个字，英文是 see，S-E-E， 所以等于讲 I see， 就是表明讲哦，我明白啊，我了解了。就是有的人看是看到，却是无明白；就是有的人看到一项，就通故意翻山，举一反三啦吼。所以人有2种目睭，一个是外面肉体目睭，另外一个是咱心内这个心灵的目睭。人是用这2种方式去看这个世界，
一个是用肉体的目睭伫看，另外一个是用心灵上的目睭来咧看。你内心想要看到的物件，会决定你肉体的目睭会去看到什么。若毋是咱家己有趣味的物件，你家己放伫你的头前面吼，伊嘛是视而不见，有看则是无看到啦。但颠倒变的，就是讲，你虽然想要看的物件，虽然是看袂到，不过人嘛想尽办法要甲伊看出来。所以心灵上的目睭所看到的，是比外面这个肉体目睭所看到更较重要的。当人犯罪了后，人心灵的目睭就出问题。所以最后所讲，人内面的目睭若是痴迷，比肉体的痴迷更较可怜，更较凄惨。有一句安尼讲吼，讲人仰头看天，人边头看人，人仰头看地，仰头看天，因为天是上帝的所在。所以诗人讲，这伫天顶的主啊，我你来仰目，看仆人的目睭怎样看到这个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目睭怎样来望主母的这个手，咱的目睭也是照安尼望耶和华咱的上帝伫教伊的人民咱。所以诗人仰目主，仰望恳求主的怜悯甲帮赞。所以当你若愿你仰头的时阵，你会先看到上帝是怎样去看这个世界，安尼你才可能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。你袂只有是看到眼前的物件，你嘛会看到人内心的世界呢。所以当你真正会当仰目来看了后，你才会有这个能力去看，也袂看到这个出差错。所以咱爱常常仰头仰望上帝，甲上帝美好的这个交通甲连接，安尼才会当用着上帝的眼光来看到这个世界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老爸有介意看这个功课。上帝2摆用目睭看到这个世界，引带亚伯拉罕进入这个未来，未看到这个世界，来建立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。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你伫你所徛的所在，你仰目东西南北来观看，凡你所看到一切地，我拢准备赐予你甲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早期美国殖民地这个时代，土地分配听讲是先占先赢这个风俗，所以当你若看到土地会当野机去甲伊插做记号，来画你的地界，才过来开垦来起厝。有大信心的人，就当得到几若acre的这个土地。你若是信心较细的人，所得到的土地，简单会当够你起一间厝尔定。后来上帝佫带亚伯拉罕到外面，甲伊讲：你天来观看，来算这个正星，你敢算会了嘛？佫对伊讲：你的后裔要安生的。上迄个时阵，亚伯拉罕甲伊的某撒拉也无生产，两个人也已经老哭哭啊。总是伊犹然相信上帝的话。所以圣经讲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用这做伊的义。所以我相信对着开始，亚伯拉罕一定是每一天拢仰头伫算这个天顶的星，一个囝，两个囝，三个囝，后来一个孙，两个孙，三个孙，直直算落去，就哪算哪欢喜，哪算就哪有信心。那么上帝为什么爱伊看天顶的星呢？就知影亚伯拉罕唔单单是需要听上帝的应允尔定，伊嘛需要看到上帝的应允，伊佫需要一个正确的这个导向来建立伊的信心，互伊通按照迄个正确的方向来进行。伫这两则圣经内面充满着启示性甲教育性。因为上帝的应允是永远袂改变的。
总是伫人即方面呢，有上帝应允，搁再加上看会到的物件，就增加人的信心。人的心思意念就会对准上帝的心意，就会帮助到人来进入上帝应允的内面。圣经内面有记载约瑟的遭遇，就是上界好的咧。约瑟所遇到的一切在遭遇，拢总是负面性的。伊受卖做奴仆，互人陷害看着这个监牢，就是约瑟伊本身有一个真水的这个图像，因为伊捌望过正星甲月亮来伊来跪拜，所以伊知影伊的人生绝对毋是永远做奴隶，也毋是永远做做囚犯吼，做互关伫监牢内底的人。如果伊若认为家己只有是奴隶，伊的一生就无啥物前途，减在以为这个自暴自弃。所以当这个主人啊某来引诱的时候，来啊，有何不可啊？反正我是一个无将来的人嘛，无未来的人，总是伊无安尼。约瑟伊心中有望，是有未来，所以伊讲吼，讲我袂使黑白来，我袂使乱来。我怎会当做遮尔大的恶来得罪上帝啊？伊讲吼，我是有未来的，我着认真工作，我着学习埃及的这个语言文化。所以伊观察到主人的环境，伊了解到这个埃及的文化，伊了解到埃及的风俗甲人情世事。所以伫刚刚的日子，伊就把握着这个机会，甲酒政建立一个好的关系。而且真正这个酒政果然将伊推荐到法老王，所以当伊条件法老的时阵，因为伊有过去有教育的备办，所以伊的言行举止无亲像其他的这个奴隶款式。伊讲出真有智慧的话，所以最后法老将伊高升做埃及的这个宰相。伫这个德州 Houston 有一间真大间的教会。做 Lakewood Church， 中文做湖木教会吼。这个 Lakewood Church， 我想真侪人捌伫这个网络看到这间教会，这礼拜这个转播现场转播吼。这个主任牧师 Joel Osteen 老母，1981年得到严重这个肝病、肝毒啦，这个肝癌啦吼。医生就宣布伊讲，剩2礼拜这个活命了。无毋望的人，所以这个Joel Osteen的妈妈呢，伊是一个真虔诚的基督徒，伊就开始找这个圣经内面所有讲到上帝医治的这个圣经节，伊每一天就宣告上帝的话，伊阁决定要改变伊目睭所看到这个事实，就是癌症细胞互伊渐渐去衰烂，剩80磅的这个身躯，反正伫伊的厝内。伊带遐个甲孙仔做伙，欢欢喜快乐的相片，佮带伊骑马健康的时阵的这个相片，这真正是一场这个征战，因为有200度伫伊的面前，100是伊的目睭所看到家己对130磅落甲剩80磅，这是目睭所看到的事实，所以呢，伊决定要用换100度来代替。所以就到处去搭，伫因兜内底到处去搭遐个健康快乐的相片，搭遐水的图片，互家己的目睭所看到拢总是水、健康、笑容满面的这个相片。每一天起床，伊就大声来读这个圣经，宣告上帝官兵的话，伊无爱互伊破病的这个面，伊无爱互伊任何这负面的想法。来定紧伫伊内心，但伊看到家己是一个得胜者，毋是受害者。伊看家己是一个健康的人，毋是破病的人。最后，果然伊得胜了。经过40年，伊犹原健康存在。每一摆看网络转播的时，伊的囝伫台顶讲道，伊的老母拢总是坐第一排。感谢主，这个老母坐伫遐，
就要向咱来证明一件代志，就是对上帝遐来大权能、大气力，的确要伫每一个信靠伊的人的身上。所以每一个人拢着爱选择你看什么。有的人需要看健康的图，有的人需要看这个笑面的图，有的人需要看平安的图。所以要改变你的人生，就要对你的目睭看来开始。你的未来也要对看来做开始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伫即摆美国总统的大选中间，请问你有看到什么无？你有用着天国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局势吗？我求上帝来帮助咱，有看袂到的目睭，会当看到上帝予咱的权能，会当看到上帝予咱的这个任务，会当看到上帝予咱的这个智慧，嘛会当予咱看到，予咱看到这个机会，徛伫国家的破口的顶面，无停止为着美国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列国来带倒。我也恳求天父上帝开咱的心内的这个目睭，伫上帝应允中间来看，伫上帝恩典中来看，用信心来看，用宽开的眼光来看，用天顶的眼光来看。最后我要用保罗对以弗所信徒的这个勉励来祝福大家。伊讲吼，求咱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荣耀的爸，将迄个赐予人智慧甲启示的灵，赏赐予恁，互恁真正知影伊，并且照明咱应恁心中的目睭，互恁知影伊的运调有何等的指望，伊伫圣道中所得到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这个荣耀。愿天父上帝赏赐予恁有一个会通看见的目睭。阿免。这条来吟回应的诗歌吼，天开目睭。天开目睭，仰望上帝眼光。下阴时，堕落眼光君王，主管听你，愿恶罗里，哈利路亚，愿称颂你。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aise you'll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 主愿听你，愿恶罗你，哈利路亚，愿称颂你。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I praise your name. Keep me back to your梦想的眼光。下阴时，堕落眼光
上你。Open your eyes,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ecious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I praise your name. 主管听你，我努力，哈利路亚，完全上帝。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,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 If we ask you, 永梦兄弟见证，为下印记，堕落眼的主管天理，我努力，哈利路亚。完全兄弟 Open your eyes,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ecious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,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 主管天理，我努力，哈利路亚。完全上帝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,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 Mặc dù 永梦兄弟见证，为下印记，堕落眼的主管天理，我努力，哈利路亚，完全兄弟。Open your eyes, see the glory of the King. Lift up your voice and His precious sing. 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I praise your name.
欢乐乐里，哈利路亚，万情上帝。I love you, Lord. I will proclaim. Hallelujah. I praise your name. 这点阿头三角的祈祷，主阿爸爸，上帝，我很感谢你。我今日对马可福音第8章14节到21节，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6节，互我来思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看到什么无？但是这回美国总统的大选的中间，请问你有看到什么无？你有用到天国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吗？恳求上帝帮助咱大家有看会到目睭，会当看到上帝予咱的这个大观念，会当看到上帝予咱的一个任务。当看到上帝予咱的这个智慧，也当看到上帝予咱的这个机会，通徛伫国家的破口的顶面，无停止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、为着列国来大倒。我也恳求天父上帝开启咱心灵的这个目睭，伫上帝应允中来看，伫上帝恩典中来看。用信心来看，用宽开的眼光来看，也用天顶的眼光来看。愿上帝赏赐予咱每一个人，拢有当看见这个目睭。哦，亲爱的主，现在阮要继续为着美国、为着台湾来祈祷，恳求天父上帝祝福美国这回总统的大选中。会当选出合上帝心意的总统来，互美国、台湾拢会当平平安安的生活。台湾同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来求。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，这点牧师要来甲恁祝祷吼。愿天父上帝做下甲人民，最后所基督恩典，圣神保佑所有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子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日这个网络的礼拜。伫这个所在，就要过一段路。咱毋茫伫后礼拜共这个时阵，搁一摆伫空中来相见面。愿天父上帝赐予咱大家平安。再会，努力。